红鲈鱼、鲈鱼沙，鲈鱼的小只包罗万象。鲈鱼脆就是云林上介有特色的料理之一。外地游客来到斗六，一定会来吃雕城，爽快甲食一碗，迄种滋味食过一遍，就无法度放袂记。台湾第一大上正宗的鲈鱼脆羹，其实一开始毋是伫咧云林摆搭的。我甲你讲，阮咧卖油脆鸡的时阵，台湾全省都无人在卖，咱头一个。上起生伫养乐市场卖过40年啊，吼，啊油脆人收足济，啊，我等下咱兜啦，吼，啊，在过年时都找伊早是讲，啊，无来趁一寡过年钱，啊，我讲少吃饭，啊，落去卖讲，啊，感觉足奇卡，啊，讲这啥，啊，脆人家毋知影拢讲目睭，吼，啊，咱都顺人叫讲目睭，吼，啊，其实迄是脆，啊，到尾啊，卖了好的时阵，哦，咱家己就开在咱摄影摊嘛，路边摊嘛，而且伫猫仔庙楼骹，伫遐咧卖。鲈鱼脆就是俗称的龙珠，特别的是店家用的是北海道的深海鲈鱼，唔那鲈鱼脆会较大粒，剥落的口感嘛较 Q 弹。另外，因这鲈鱼羹嘛真好食，切厚厚的鲈鱼片，爽快放伫鸡汤内面，佮配一碗卤肉饭，就是满足的一顿。泡鲈鱼脆爱分4季，哦，寒天、热天，寒天就较久一撮，热天就较紧。啊，做这真正是无艰苦。咱若下早卖，你知哦，透早2、3点就爱落去发啦，逐工啊发啦。啊，你有的人是讲发一遍，卖3、4工才搁发一遍，啊，你感觉鱼会口讲较歹，所以讲咱大部分拢朝用要逐工发的安尼啦。我鱿鱼脆啊吼，买入来吼，我是先开箱看卖，讲这鱿鱼脆是较淡，还是较甜？过摊因为鱿鱼脆啊，无过摊，阮咧煮羹的时阵啊吼，迄汤有迄个喙齿壳啊，啊人啊食落啊吼，迄脑会揢着，所以啊吼，我爱做过安尼较安全。要煮羹，互人可以食正正啊吼，我来整个过程啊吼，10几点钟拢有。姜粉的比例，啊，甲水的比例，啊，甲时间拢爱拿捏做准确。鲈鱼脆要好食的秘诀之一，就是伫咧发泡处理的时阵，是毋是做了有顶真？打的鲈鱼脆爱先用碱水落去发泡，每半点钟都爱换一届清气的清水。规个处理的流程至少爱开6点钟以上。才会当完整处理，互人客食。为着要有好的品质，坚持逐工发泡新鲜的鲈鱼脆，才袂有泡过头、肉变伤烂的情形。来到这个斗六的老热的街仔顶，哦，找到这间讲叫做鲈鱼脆羹啊。看起来是真厉害哦，咱来个试看卖啊咧，看这鲈鱼脆羹是安怎样啊厉害？哦，这鲈鱼味真重。哦，烧，因为鲈鱼哦真鲜，汤头哦。料啊较带一点仔甜哦，即种较南部的口味啊。哦，有一寡掺一寡乌醋安尼哦，安尼气味佫较好。啊，这是因的鲈鱼哦。哦，这味我最怀念的，正酱吼，足久无食到啊，甜酸，啊，佫带一寡瓦萨米，这种酱料摕来混鲈鱼，上拄好。头一摆食鲈鱼脆的人，会因为无经验，将乌色偏甜的部分做伙食落腹。其实迄是鲈鱼的喙齿，建议要食进前，爱先混一寡豆油、瓦萨米，
哪只哪甲乌色的电壳配掉，就哪亲像咧称果子共款。哪只我嘛哪咧想，一只鱿鱼敢若有一支喙？这碗鱿鱼水羹到底是几只鱿鱼的喙咧？哎喏，嘿哇，啊你这少年来做的物件安尼，真有古早味。哦啊，迄阮阿公传的啊，我正第三代啊。你第三代啊？嘿嘿哦，啊像安尼，一只鱿鱼嘛，一粒喙尔。嘿啊，是啊。哇，啊你遮济喙是对倒来？啊，对，鱿鱼身躯拔落来啊，这一碗鸡十几粒，啊，就十只鱿鱼哦。系啊。啊，其他的鱿鱼咧，要安处理？遐鱿鱼就是摕来杀。摕来杀啊，啊无就是有人鱿鱼会做鱿鱼丝啊，去煎鱿鱼啊，所以这个用途啊，鱿鱼喙啊吼，较稀少。哦，所以就到人较独有的呢。鱼较少看到呢。系啊系啊。哦。啊，阮阿公迄阵，你卖的时阵，迄拢是人无爱，因为台北拢食鱿鱼，餐厅拢用鱿鱼。哦。我阿公就是人发泡鱿鱼。啊，伊就是讲，啊，鱿鱼会使食，喙应该嘛会使食，伊就剥落来，嘿。捡落来安尼哦。捡落来，啊，拄开始就是一个月捡的，卖，啊，就无啊。就搁捡困，搁去台北捡。哦。对啊，我咧想讲，这会员一定爱稳定啊。系啊，所以因为6000人时阵就是捡无，所以会断货，所以啊捡困一个月，啊，我想讲，爸爸妈妈带囡仔食，囡仔看下吹牛水，可能无啥甲食，甲慢慢开发成啊有鱿鱼羹、肉羹、鱿鱼羹，啊有做这酸汤鱿鱼，用沙的鱿鱼吼。是。哇。每一出料理要好食的原因，拢藏伫咧细节内底。店家坚持逐工用新鲜发泡的鱿鱼喙，各项的食材高标准的选用，专注经营管控品质，才会当创造出婚林特色的小食。简单的路边美食，每一喙拢藏着头家的用心，这就是好食的秘诀。